是老以前，那上礼拜开战术，就会爱戴唔着，打入冠军赛。刚才教练叫干嘛啊？谢谢老师。第一摆转来，我是运动区嘅新教练陈志奇。陈志奇，迄个无想爱留伫运动，唔随时做地接受总法区嘅征召。空空，走出去去跑山了，下山了。现在最新的哎，好像有点像，好像有点像，好像有点一起可以跳舞，应该是最难的。运动嘅问题唔系用一下就做得结结的。童妈基本上是有点像是虎妈一样，因为她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篮球的梦想。你们看，我穿的是以前的中华队的球服。就表示说我对篮球是有我的梦想，但是因为我一直达不到，所以我就把所有的梦想放在林彤身上。来，真经动感面，阿妹一声你唱下来听听。阿童，唔去读中法吹，孙爱拜托啦，动用了好多的资源，希望女儿能够成凤。来示范嘛。哦，他在看的漫画哈，阿童看的那少女漫画，看男生。林东啊，出题你也瞎讲的，你出到陈志奇，佢嘅经验、能力，乃得位的磨合师来做运动的教练啊。这个客语哈，说实在，平常生活上真的完全都没有讲过。那我妈妈是客家人，是苗栗的客家人。那她讲的是四县的。我6岁以前，然后妈妈常常会带我回妈妈的娘家。我妈跟我说，我在小时候6岁以前是会听会讲，之后在台北念书，然后就完全都没有这个环境。所以是到了这几年比较多客台的戏，只要老师大概跟我们讲一下正确台词怎么讲，那我回去练习一下，其实是还可以说啦。所以说，还算可以了。刚才教练叫干嘛啊？要我呀！情绪表达出来的时候会有所保留，我觉得要释放出来那种感觉对我来说，可能经历比较少吧，所以就比较难释放出来。连长，我只有了统计。专场从你然后看他。